另外，针对核市厂的公道议题，昨昏环保团体甲台大教授陈文山有开记者会，表示反对核市厂重新启动。因认为厂区下骹有一个 S 断层，外海嘛有活动的断层，总共发生地动，就算核市厂安怎补强拢无效。不过，公道的发起人黄树修是表示讲，已经有真侪证据证明讲 S 断层毋是活动的断层，批评学者欺骗社会。 全世界无像种核市场遮歹的条件啦，接近活动断层啦吼，伊的手棒内面吼，佫有2条较大的断层伫内面。佫一届表态反对核试中碰，台湾大学第一科学系教授陈文山提出台电引用中央第一调查所2009年的报告，表示核试厂外海活动的断层有90多公里长，而且厂区下骹 S 断层长度至少2公里。学者表示，虽然还未证实有活动性，不过地壳若震动、刷叮当，核电厂就算讲补强也无效。我在这里说，没有办法补强。 那个断层往地下延伸至少10公里，10公里后的地壳一错动，你上面那个再厚的混凝土，你说那为主体2公尺厚的混凝土，一样是螳臂挡车，直接剪断。整天跟我跳针说北部的这个核市场，这个 S 断层，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证据都是非活动断层。你要做进一步的地质调查也可以，可是拜托这些反核的学者不要顶着地质教授的头衔出来讲一句哦，我们不排除、不确定。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学术欺骗，这是蒙骗社会大众的行为。核试厂敢安全，正方反方继续讲来讲去。不过核试这阵封存，针对下骹 S 断层，敢要进一步做第一鉴定。台电表示，即卖要无收到指示。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。